伫海边的灯塔为一寡讨海人指引方向，系因为灯塔的所在拢伫咧较压迫的所在，灯塔守护人员就要处理所有大大小小的代志。交通部航港局即阵就将10个灯塔守的故事翕做是纪录片，望大家来了解因的故事。我爸爸应该会在那样子很孤苦、很孤单的环境里头工作的人，应该他们对灯塔本身有某一种理想或某一种热忱。灯塔秀每一日拢爱注意灯塔的状况，而且因为灯塔徛的所在拢较偏远，工作、生活大细项事拢爱家己来，规工拢咧无闲，而且常常四界轮调。嘛，因为安尼对因四界搬徙的厝内人也常常拢是孤单的。我小时候呢，我妈妈有时候都干脆告诉别人我是哑巴，因为基本上我是不说话的。在这外的人也没什么休息，也没什么工作时间，自己也搞不清，就日夜颠倒的，反正24个小时都有工作。交通部航港局即阵甲10个灯塔秀的故事翕做纪录片，也举办展览，帮大家了解灯塔的故事。以光为家啊，那灯塔人的故事啊，这样的一个主题。来拍摄10支的纪录片，来记录我们灯塔人还有灯塔家族整个非常珍贵的这个他们过去在贡献灯塔工作上的整个的历程。灯塔秀展览即马等咧台北市北皮寮举办，展出到11月底。交通部表示，灯塔秀的故事以前干那文字，到搭有影像的记录，现主是也透过 VR 技术等等，帮大家会使以多元角度了解灯塔的文化甲故事。记者郭本长随台北报道。